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22，感谢主看顾我们每一天，让我们今天也来到主的面前，要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。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愿主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经历上帝的恩典与保守，让我们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，愿主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主，你永远与我同在。引导我心靠你，神之名里面我度过，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
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你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这美好的恩典与祝福，在我们当中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依靠你，让我们仰望你，在我们面对为难的时候，在我们遇到许多的状况的时候，你都在我们当中来掌权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所依靠的，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夜都经历了你，让我们将自己交在主你手中。愿主你大大的敞开我们，大大的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眼界被你打开，让我们用你的眼光，用你的高度来面对这所有一切。当我们面对到这许多的困难与挑战的时候，让我们仰望你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主你大大的兴起我们，让我们不害怕去面对这些仇敌，而是愿意更深的去经历你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。你是我们旌旗，你是我们所倚靠的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22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诗篇第59篇第1节到第17节。诗篇第59篇第1节到第1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，一起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求你保护我脱离攻击我的人，求你救我脱离作恶的人，使我摆脱杀人犯的手。看吧，他们埋伏要攻击我，残暴的人结伙跟我作对。这并不是因为我有过犯，也不是因我犯了什么罪。上主啊，他们大张声势而来，并不是因为我犯了过错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上帝啊，起来帮助我！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求你亲自鉴察，求你起来惩罚列邦，不要向作恶的叛徒显示仁慈。他们晚上回来，像野狗狂吠，在城里荡来荡去。听他们的侮辱恐吓吧，他们的舌头像口中的利剑，还以为没有人听见他们呢。但上主啊，你嘲笑他们，你讥讽列国，我要依靠你的大能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上帝爱我，要来帮助我。他要让我看见仇敌的崩败的溃败。上帝啊，不要杀灭他们，这样我的人民才不会遗忘。主啊，你是我的保护者，求你用你的力量赶散他们，摧毁他们。他们的嘴巴沾满罪恶，唇舌全是罪孽。愿他们被自己的骄傲绊倒，因为他们咒骂欺骗。求你向他们发怒，消灭他们，求你彻底毁灭他们，这样万民都会知道上帝治理以色列，他的统治遍及全地。我的仇敌晚上回来，像野狗狂吠，在城里荡来荡去，像野狗到处游荡，寻找食物，没有吃饱便咆哮不已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每天早晨我要高唱你永恒的爱。你一向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患难中的庇护。我的保护者啊，我要颂赞你。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是爱我的上帝。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59篇第1节到第17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我们又继续读这诗篇。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我觉得会蛮有趣的。当这个写作的人，他这样在跟上帝在哀嚎、在哭求的时候，其实在当中也发现，他们或者是大卫，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是对上帝的依靠，对上帝的确信，不是软趴趴的在那边哀嚎而已，是在当中相信上帝会出手。所以这也是在调整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只是做做样子，只是软趴趴的，还是真实的我遇到这样的困难，求主你出手，为我来出手，来处理这些事情，来攻击他们，让整个情势来改变。所以在当中很重要的是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？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去经历上帝与你同在，上帝就在当中掌权，上帝要在这里面来行什么样的事情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去经历到上帝的带领，上帝的同在。当大卫他的生命是这样子，他有很多挑战，而且很多时候都接近要被抓起来杀头的，然而他将这当中主权交给上帝。其实我们生命就是如此啊，你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上帝？不管我们什么样的教导，或什么样的布道法，或哪一个传福音的小册子里面都会讲的是，你有没有将主权交回去给上帝？当上帝让你去掌管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来运用？而当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上帝？面对这许多的困难的时候，你是害怕的发抖，还是在上帝面前完全的交托？所以我们生命里面遇到很多问题，眼前的问题很恐怖，心里的问题也很恐怖，然而在当中完全的依靠，你会发现整个生命会不一样。你要不要将自己的生命仰望在上帝手中？你要不要将这些都带回到上帝的面前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，我们需要去经历上帝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当大卫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回到上帝面前，求上帝帮助，求上帝出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愿意真的将你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吗？当你面对许多困难的时候，你有真实的来仰望上帝吗？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读诗篇，在读撒母耳书、撒母耳记，在读到大卫的经历的时候，其实不只是大卫，在许多人身上我们都学习到这一点。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是真实的让我们生命里面投入在这当中，不是只是读过去而已，而是真实的经历在里面，真实的去经历上帝的带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困难。我想有一些人比较在生活上比较少这样的问题，他生活很单纯，没有太多的，但是真的没有问题吗？其实就像我以前一样，我常常会被欺负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会觉得那不是欺负，是大家要在当中，我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。在面对了许多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不觉得那是困难，我去面对到哇，我还很菜，我还很多不懂。是到后来回来看才发现，很多人在欺负你，很多人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傻傻去面对。或许有些人跟我一样，傻傻去面对，你不觉得很困难？在生活当中，人家会觉得，你过得很顺遂，但是有时候回来看，并不是如此。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在当中带领，就像我以前的服事一样，在当中傻傻的做，我相信上帝给我是足够的。所以在这样过很多年的时候，服事很多年，发现都很足够，而且都有剩。但是当有一些人进来的时候，在当中我们的服事过程里面，眼光开始不一样，开始很计较哪边的奉献怎么样，开始要计较这些金钱的时候，发现
好像常常都不够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你一直在看什么？你一直在看上帝的恩典，你是顺服上帝，让上帝带领你，而不再去看那些。其实当我们在看到上帝恩典的时候，常常没有看到那些别人怎么样欺负你，别人怎么样来伤害你的事情。或许人家会觉得我们很傻，但是我们单纯是如此。而当我们开始在看那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困难越来越大，很多状况越来越多，甚至会发现怎么一直不足，怎么一直不足。这是你的生命开始有问题，开始一直在着重在当中。所以你的生命你要怎么走？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你是要去经历上帝的恩典，还是你要一直在计较仇人有多少？这边讲到说，我的上帝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求你保护我脱离攻击我的人。求你，很多人在祷告说，求主你遮盖，求主你遮盖。不管是圣灵的遮盖、宝血的遮盖怎么样，很多人会这样祷告。但是很重要的是，求主你用你的羽翼遮盖我，让我在这攻击当中你保护我，甚至让我脱离这些试探，脱离这些攻击，让我离开这一些，不遭受这些攻击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求你保护我脱离攻击我的人，让我们不再陷入在当中。所以这很重要。其实我们常是求这样子，但是上帝要救你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救你？愿不愿意让上帝遮盖在当中？我们常常会这样祷告，但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祷告完，谁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谁就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就是不愿意顺服上帝。所以在这么多年来，其实牧师很多次在说，其实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不要急于祷告，不要急于离开。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就开始祷告，祷告完就离开了。其实牧师也常在谈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先安静我们的心，等候圣灵的同在。祷告完的时候也不要急于离开，让上帝有机会来对你说话。其实上帝都在对我们说话，上帝都在帮助你，但是当你没有安静心，你怎么样领受？你怎么样来听？就像我们在讲耶稣一样，当耶稣在服侍的时候，其实他花很多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不管在清晨、在夜晚、在服侍的前中后，耶稣都花很多时间来到上帝面前。你会觉得耶稣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讲？其实他都是一个主轴，但是上帝让他抓到这些东西，让他去看到很多人生命的问题，针对他们的问题来回应他们，用这许多的例子来跟他们说。而真实的上帝就在我们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要怎么走？你的生命你想要怎么走？这边说，我的上帝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求你保护我脱离攻击我的人。当上帝要把你脱离的时候，你要不要？要救你，要把你脱离的时候，你要不要？我知道很多人都不要。当上帝要把你拉开的时候，你会说：“哦，在这边很好哎，为什么要我离开？”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，都会觉得我这边在这边生活很好哎，只是工作累一点，为什么要我离开？为什么要我搬家？为什么要我进到旷野，去到我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？那个迦南地我没去过，为什么要去？过了这430年，以色列人根本对迦南地没有概念，就觉得那是外邦人的地方。我们在歌山这地方多好，为什么要离开？所以我相信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求告上帝的时候，说我们这边很苦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有其他的设想。而当上帝要带领他们离开的时候，他们也有很多的挣扎在里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去看待这一些？他说：“求你救我脱离作恶的人，使我摆脱杀人犯的手。”所以当中都在做他们离开那个
作恶的，离开那些欺负我们的人。所以当中我觉得都很像是在讲摩西那种从水里面拉出来，从死亡中把我们拉出来那个过程。但是你要不要让上帝把你拉出来？所以当这边讲到说，脱离仇敌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脱离作恶的人，摆脱杀人犯的手。那种脱离，那种摆脱，就是让你离开的现况，把你拉出来，离开这个情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到底要不要？在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求，但真的要这样拉开的时候，你把它抱紧，紧紧抓着你现在椅子，你现在柱子，紧紧抓住，不要！有没有这样的状况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如此啊。当你要有一个新的情境，当你要被拉出来，当你要进到一个新的祝福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要。在当中真的有顺服上帝吗？所以当我们求上帝的时候，求上帝真的把我们整个拉出来。那种拉出来有时候是提升上来，去看到现在的情况，去看到哇，也不过是这样而已。他们的手段也不过是如此，他们的作为也不过是如此。所以有时候那个拉起来是一个提升，从水里面拉出来，那种脱离有可能就是你的眼光不同。你用上帝的视角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一样。就像以前在讲的，当我们在教会，我们从1楼看出去，跟2楼看下去。以前很多人很喜欢去星光大楼30几层看下去，哇，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。有很多人也喜欢去101那边70几层看下去，整个世界是不同。所以当中你怎么样用你的眼光，用上帝眼光，用上帝的视角去看这一些，你会发现整个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中让上帝把我们从这当中来脱离出来的时候，拉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生命那个眼光完全是不同。但是你要不要这样子？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如此，被上帝提升上来拉出来。所以他回来说，看吧，他们埋伏要攻击我，残暴的人结伙跟我作对，这并不是因为我有过犯，也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。其实在当中在回顾的时候，在反省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自责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因为我做了什么，因为怎么样。但是在当中有时候被上帝这样拉出来，拉到3楼5楼往下看的时候，会发现那些人一直在讲什么，那些人在集结在那边在做什么。你会发现不过就是那些人陷入在那败坏当中，陷入在那许多某些的情况里面。所以这里面在说的不是因为我有过犯，也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，而是他们在当中，他们本身他们的自私，他们想要得着什么，所以当中他们埋伏攻击我，残暴的结伙要跟我作对，因为自己，并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什么罪。所以当中当他在反省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生命反省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这些？我们要内省，要回来看究竟我做了什么错，究竟我在哪边得罪了上帝？上帝要这样攻击我吗？还是因为他们这些人作恶，这些人所犯的？所以这边讲到说作恶的人，杀人犯的手。所以当中回来看原来是他们的问题。其实有很多时候是那些人的问题，不尽然是我们的状况。双主他们大张声势而来，并不是因为我犯了过错。其实有时候国家跟国家攻击当中，是因为他们想要去侵犯。就像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场战争，这2-3年当中有一些战争，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想要扩展我们的境界，我们的领域？我们想要扩展什么？其实有很多人在攻击你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并不尽然是我们犯了什么，而是他们私欲，他们找了很多理由去做攻击。
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去想，我们确实在很多地方有软弱、有做错，但是回来看，这些人确实他们也做了很多的手段，很多的心机在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回来思想，在这许多的处境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事情？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起来帮助我！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求你亲自鉴察，求你起来惩罚列邦，不要向作恶的叛徒显示仁慈。这也是让我们去学习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啊，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？甚至人家说啊，你们不是基督徒吗？你们怎么这样子？不是上帝爱世人吗？你们怎么做到这样的事情？但是许多时候你会知道，那种爱并不是滥爱，很多时候的爱是带着教导，有时候的爱是带着惩罚，因为爱要把它导正回来，因为爱他要把他带回到上帝面前来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，让这些人或许经历到神惩罚，上帝也为了他的孩子们，所以去惩罚了一些人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起来帮助我！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求你亲自鉴察。所以在这些事情当中，求主你在当中亲自掌权，你亲自来处理，你亲自来审判。愿上帝的公义就在这当中来彰显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自以为意，我用我的眼光，你用你的眼光，但是回来，这也是我在讲的，牧师一直在讲的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也不是你说了算，重点是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读经，一起来领受，一起回到上帝的心意，让上帝来掌权。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，让上帝来掌权？这就是以色列上帝啊，求你亲自鉴察，在当中掌权，我们寻求上帝的心意。很多时候我用我的眼光，我用我的方式，有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走偏的，有可能有些时候我追求我自己的私利。当然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当我们愿意回来一起读经祷告，一起寻求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当中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，若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我就让他们成。若两个人同心合意的聚集，上帝的灵就在他们当中。所以若我们愿意在当中的时候，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祷告，上帝就让我们的祷告成就。因为我们顺服上帝，我们降服在上帝面前，真实的让上帝来带领。所以这边说，求你起来惩罚列邦，不要向作恶的叛徒显示仁慈。这些讲换不回的，这些讲不听的，就该出手处理了。我们看到旧约是如此，新约是如此，现代其实也应该是如此。对于那些讲不听、叫不动的，圣经里面其实也讲到说，让长老、让教会去劝告他。如果真的讲不听、说不动，就让他成为外面的人，不再是弟兄姐妹。上帝的惩罚也是一样，叫先知、叫许多人来讲不听，上帝就惩罚了。所以为什么会看到有什么许多的杀戮在当中？但是我们要去看前面上帝给人有多少的机会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多少城市有多少人民能够像尼尼微城一样，当约拿去到他们当中，跟他们宣告上帝的信息的时候，他们就认罪，就悔改，很少。所以当我们在讲所多玛、俄摩拉的时候，在当中没有什么人愿意悔改。所以在亚伯拉罕那时期，在求上帝开恩的时候，最后跟上帝讨价还价说，如果有5个义人就不毁灭。
连5个都没有。所以愿上帝的国临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晚上回来，像野狗狂吠，在城里荡来荡去。这些野狗走来走去，随时要咬人，我们很害怕，在那边狂吠。我们现在状况好多了。其实我们看到乡下或许多地方就这样，你一出去会感受到很多狗集结在那边，你看到是不是很害怕？其实以前我们也去经历到那种狗聚在一起，我们很害怕。那些狗是要来找你玩，还是要跟你讨食物吃，还是要来欺负你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当中讲到野狗，其实也是在说那些外敌，那些敌人在那边荡来荡去，走来走去，被他们抓到就惨了。其实也就像以前在看到那些流氓一样，以前看到那些坏人一样，在外面走来走去、寻来寻去的。现在不用在街头上，在网络上，或者说透过电话，就可以对你下手了。然后他们讲到晚上回来，像野狗狂吠，在城里荡来荡去，听他们侮辱恐惧吧。他们的舌头像口中的利剑，还以为没有人听见他们。那些死坏的人，那些做坏的人、作恶的人，其实就可以从他们的行为、他们的言语、他们所带出来的，即使他们用了很多种包装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他们的生命就是如此。所以他们在侮辱，他们在恐吓，其实他们嘴的舌头所说出来的话像利剑，一直在伤人。弟兄姐妹，你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吗？其实有时候会很挣扎，别人这样伤害我们，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？其实我相信这些人，他们也不希望人家这样对待他们，但是他们却很喜欢这样去欺负人，去伤害人。所以没有人听见吗？其实有，但上主你讥笑他们，你嘲笑他们，你讥讽列国。其实这些人他们依靠自己，他们依靠自己，他们依靠假神，而这蛮有权柄的上帝在当中，当要出手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住。所以大卫说：“我要依靠你的大能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愿意这样回到上帝面前来依靠上帝的大能吗？在当中，你愿意有上帝的遮盖吗？上帝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当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，你愿意回到上帝面前吗？之前也分享过，很多人喜欢那一幅图，耶稣抱着小羊，耶稣抱着小羊的那一幅图，很多人都很喜欢那幅图。但是你愿意常常回到上帝面前，让耶稣这样抱着你，就如同那只小羊被耶稣抱着吗？像个牧羊人让羊出去吃草，在溪水边去吃草，去喝水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回来到耶稣面前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都明白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却没有愿意依靠。所以当中我看到大卫他真实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真的要让我们学习这样子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来依靠，来仰望上帝。我的上帝爱我，要来帮助我，他要让我看见仇敌的溃败。所以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，依靠上帝的大能，回到上帝面前，知道这是避难所，去经历这一些，明白上帝就与我们同在，上帝是爱我们的，上帝愿意帮助我们。
要让我们看见仇敌的溃败，在当中也让我们真实的仰望他。上帝为我们出手，上帝要击溃那些仇敌。而在当中讲到上帝啊，不要杀灭他们，这样我的人民才不会遗忘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保护者，求你用你的力量改善他们，摧毁他们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人也是需要天敌，就像动物需要天敌，让他们随时戒备，随时警醒。但是也求上帝不要让那些人继续来攻击我们，继续来伤害我们，但是也确实要让我们时时警醒，依靠上帝。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有时候很多很懒散，就这样子过一天算一天，无所事事，生命很软弱。然而面对到这些天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些动物会很不一样。当很多的宠物在我们家的时候，那些猫狗可以这样躺着睡，有很多很好笑的姿势，但是它的天性是趴在地上，随时要去找食物吃，随时有攻击来的时候，它们就要赶快去躲起来，甚至要去战斗。我们看到猫狗，其实它本身的姿态是这样，随时警戒的。但是成为宠物猫、宠物狗之后，你会发现那些猫狗一整个很愧疚、很懒散的样子，我们会觉得很开心，看得很开心。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，他们没有天敌，他们没有这样的警戒的心。所以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是需要如此时时的警戒。所以耶稣也常提醒他门徒：你们要警醒，你们要警醒。难道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？其实撒旦时时都在，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，我们一直不以为然。所以有些人会说，那些宠物狗、宠物猫，后来你把它遗弃之后，有一段时间他们不知道怎么生活，因为他们没有狩猎的能力，他们被欺负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他们是在温室当中长大的。当然后来会慢慢的可能跟同侪的影响，让他们开始有这样的警戒。而在当中也有很多人提到说，那些猫狗其实有很多的创伤在里面，其实都会有。而我们呢？所以很重要的是，这边说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保护者。虽然有这样的敌人，但是也因着这样的敌人，让我们很清楚知道，主是我们的保护者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太过于顺遂，也让我们遗失了，让我们迷失了。而且在许多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真实仰望上帝，我们也会遗失了。所以当中需要的是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你们看到这些敌人，他们嘴巴沾满罪恶，唇舌全是罪孽，愿他们被自己的骄傲绊倒。所以当中我们相信这些人，他们的生命是如此，他们的环境也会是如此。就像我看到一些人一样，他们会觉得为什么大家要攻击我？为什么大家要怎么样怎么样？其实我看到的是他的生命是这样，所以他的环境很自然是那样子。一个到处跟人家厮杀的人，当然他的生活会觉得身边人随时要跟他厮杀。一个愿意爱别人的人，真实对待别人，他也会去经历到别人是这样很真实的对待他。一个能够彼此相爱的，他所经历的也会是如此。一个教会的氛围是真的有温度的教会，是真的彼此相爱的教会，所带出来的也会是那样子。所以我看到有些人，他就觉得别人都要对他厮杀，别人都要对他攻击，别人都要怎么样。
其实我真的常常是看到他的生命就是那样子。所以当中回来看这些人，他们的嘴巴沾满罪恶，唇舌全是罪孽，而在当中他们这样的表现，也常常看到这些人好像自以为是，所以在无形之中也看出，其实他生命里面有那种骄傲，而大部分人的骄傲是因为他的自卑，而在当中他的嘴巴也不饶人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去逛个市场就会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人，不尽然是摊贩，不尽然是摊贩，很多这样的人在当中，你看到那些讲来讲去，有很多事情声音就从这边出来，因为他们咒骂欺骗，求你向他们发怒，消灭他们，求你彻底毁灭他们，这样万民都知道上帝治理以色列，他的统治遍及全地。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让我们不要在当中去经历上帝的这样的作为。我的仇敌晚上回来，像野狗狂吠，在城里荡来荡去，像野狗到处游荡，寻找食物，没有吃饱便咆哮不已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情境就是如此，人都在欺负别人，而当中要把人家凌辱到什么样的状况。最近也有很多这样的新闻，其实最近发现哇，每天都有很多的新闻，每天都发生很多的事情，台湾的新闻24小时报不完，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。而在当中这样的新闻有多少则是在当中我们真实的去看到，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，不管是交通问题，不管是那些虐待其他人，虐待儿童，其实有太多事情，有很多事情被报道出来，有更多的事情是没有被报道出来。而在当中我们在寻求上帝的公义，在这里面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经历那一些？然而诗人最后说，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每天早晨我要高唱你永恒的爱，你一向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患难中的庇护。我的保护者啊，我要颂赞你，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是爱我的上帝。所以这边讲到了很多次的避难所，所以也确实是如此。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去经历到这样子，遇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回到上帝面前？我们人很多时候很习惯的是遇到问题先回来找爸爸妈妈，而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？我们有没有可能遇到问题先回来到上帝面前？在在礼拜天的专讲之后，其实很多人分享说，遇到问题第一个就是回到主的面前，向上帝祷告。确实我们需要这样子，我们需要先回到上帝面前，向上帝祷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去领受，去明白，去安静我们的心。面对到这许多的攻击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依靠上帝？所以在这几天的经文里面都会看到大卫他的生命真的很辛苦。在小时候，在被拣选之后，在当王了之后，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一直存在。我们都说大卫是伟大的君王，但他也遇到非常多随时会要了他的命的事情。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对上帝仰望，上帝依靠上帝，经历上帝的大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实来到当中，上帝要成为我们庇护所，成为我们避难所，让我们生命真实经历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同在。我们将我们主权交给上帝，不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依靠上帝。让我们有点时间回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回来思想今天你听到的，透过这当中领受上帝对你说的话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拣选我们；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带领我们，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你的同在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当我们面对到许多问题，我们都可以先回到主你面前。主，你要保护我们，你也要让那些恶者、这些作恶的人，他们经历了这样的惩罚、这样的审判。主啊，愿主你的公义真实落实在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要将这许多事情仰望在主你面前，让我们降服在你面前，不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依靠上帝的大能；不再依靠自己，而是主你真实的在当中来带领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要将这些都摆上，让我们生命真实的去经历你的同在，让我们愿意完全的仰望，也愿主你保守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仰望你，知道主你会亲自出手，为我们来出手。主啊，我们要将这段时间都交托在主你手中，将我们所领受的，将我们所想的，将我们今天的聚会都摆上。主啊，我们要将许多正在面对这许多的试探的弟兄姐妹，经历这许多的苦楚，面对到身体的病痛、亲人的离开，我们都仰望在主你手中。愿主你亲自安慰我们，愿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当我们正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仰望主你的圣名；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来经历你。主啊，恳求你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，将我们的难处都摆在主你手中。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对我们说话，让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